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8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8节，22节到23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18节到第10章的第4节。使徒行传第7章第1节到第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竞选。咱伫昨的每日读经讲到选民，以色列人时常用选民的身份来讲伊家己，因掠做讲，因为选民的身份就一定会100%会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祝福。基本上有这种心态的人，无论伊是以色列人或者是现代基督徒，基本上拢会是有问题。这人拢已经袂记这一项真重要的事，就是选民是一种会被动的，因为是被上帝所竞选的。咱若照创世纪12章记载，亚伯拉罕受呼召，这个是上帝所主动的毋是这个亚伯拉罕家己有法度来主动啦所以选民是这个被动的。相反，咱昨也有讲到，就算是这个选民，伫生活顶悬来背离上帝的人，拢得爱正做一个接受将来上帝的刑罚的一个部分就算是上帝透过这个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洗礼约翰的认罪宣告，嘛毋是要互这个选民，咱咧讲的免费的食饭。洗礼约翰甲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安尼讲，咱昨也有讲到独泉的泪啊，什么人指示恁来导闪将来的受气？恁着爱结出果子来，甲悔改的心来相拄亲。毋通家己心内讲，有亚伯拉罕是做阮的祖先。我甲恁讲，上帝会当对这的石头，甲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宝头已经放伫树根顶悬，见若无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甲斩落来，献伫个火内底。何西阿先知嘛是安尼预言上帝的刑罚，也好若亲像约拿伫尼尼微城的宣讲共款。以赛亚先知伊嘛安尼咧宣告，人民的邪恶好若亲像火烧刺皮的火去炭开。敢若规个树林着火，一团一团的烟条往顶悬来冲。上主万军的统帅受气啊！伊的处罚亲像火一般，遍地拢在烧，毁灭的人民一个也袂通留落来。伫境内的每一个角落，人找东找西，抢物件食，却是无法度来自己来解决，甚至因食家己的囡仔。马拿西人甲以法莲人互相的攻击，因阁联合起来攻击犹大。虽然是安尼，上帝的受气并无煞，伊要举手来责罚因。
上帝选调的人来成做伊的仆人，是为着要成做伊救恩的助手，毋是要呼召伊来违背伊的旨意，敢若想要等着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尔定。圣经甲咱讲，互上帝拣选，成做上帝选民。会通得到的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毋是白白要来享福的。以赛亚先知讲：恁孩啊，恁制定无公平的法律来欺压我的子民，恁用这种的方法剥削善食人的权利。互因无法度得到公平，恁用这种方法侵占寡妇甲孤儿的产业。上帝处罚恁的时阵，恁要怎样？伊正着远远的国家带互恁灾害的时阵，恁要怎样？恁要去倒位找求帮赞？恁伫倒位会通秘藏恁的财产？恁若毋是死伫战场，就是去互人掠去。就算是安尼，上主会受气也无煞，伊犹原要举手来责罚恁。互上帝竞选是为着要来担当责任，毋是要来享乐，照家己的意思乌白行。司提反顺道进前，捌安尼对这个大祭司来见证伊所领受的救恩。伫伊咧讲的中间，伊讲到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情形，一个受竞选的过程。司提反讲，上帝应允赐福予亚伯拉罕，互伊伫年老的时阵有子孙，也应允要将土地赏赐予伊甲伊的后裔，但是呢，只要伊爱愿意离开本族、本地以及老爸的家，过来跟对上帝，这就是伊被选的目的，就是要来跟对上帝，来得到福气，并且爱成做互人得到福气的人。司提反安尼讲，诸位兄弟姊妹，请听。当咱的祖先亚伯拉罕住伫美索不达米亚，还未煞离开赫兰的时阵，应邀的上帝伊来显现，对伊讲：你着爱离开你的故乡亲族，到我要指示你的所在去。就是安尼，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人迄个所在，去住伫赫兰。伫伊的老爸死了后，上帝将伊迁徙到本所在，就是咧指迦南地，就是恁现在所住的所在。当时上帝并无予亚伯拉罕什么产业，虽然迄个时阵伊还无徛脚的所在，但是上帝应允要将土地赏赐予伊，做伊甲伊的后代的产业。迄个时阵伊还无囝，上帝对伊安尼讲：你的后代要寄脚伫外国，伫遐做奴隶，受虐待400冬。但是我要处罚来虐待因的迄个国家，以后因要离开迄个所在，伫即个所在来敬拜我。所以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用甲勒做记号。所以亚伯拉罕伫以撒出世第8天就甲伊行甲勒，照样以撒甲雅各行甲勒，雅各甲12个族
长行家咧。所以咱知影要往上帝所指示的所在去，这是必选的目标，亲像上帝爱容纳去尼尼微城共款，亲像上帝呼召保罗爱去马其顿，后来咱嘛看到多马往印度去宣教共款。咱也知影历代的宣教师也拢军队即种的呼召。诚做互上帝拣选、互上帝所使用的人。诗篇50篇第1节到第8节，22节到23节。上主全能的上帝对东到西出声，呼召全地；对水无比的色暗，上帝发出光。咱的上帝来临一定袂静静，有炎火伫伊的面前得倒，有暴风伫伊的四围得扫。为着要审判伊的子民，伊调天甲地来作证。伊讲：着调集我剩的子民来我遮，就是用祭司甲我立约的人。天要显明伊的公义。因为上帝本身是审判者，我的子民啊，着听我要讲，以色列啊，我要控告你。我是上帝，你的上帝。我无因为你的祭司责备你，你的烧化祭时常伫我的面前。恁正会袂记即上帝的人啊，着想即个事。才免我将恁拆碎，无人通救恁。所有用感声献祭的人是伫尊重我，行正路的人，我要互伊得到上帝的拯救。感谢上帝呼召阮，互阮得到福气，恳求上帝帮助阮，愿意来跟对你的旨意。愿意甲你相同行，诚做互人得到福气的仆人。求主帮助阮，诚做忠心的仆人，互人得福。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